你只管放心吧，我会仔细看着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我们在这武关城内已经滞留了5日，大秦军法严谨，按期不到一律处斩。岳公主，近日末将在此，请舒公主2日后務必上路。将軍可知，公主病得不輕，你若逼着她2日後上路，那便是要了她的性命。吉期不能耽誤，2日後無論生死都要啟程。舒公主若是走不了，末將就是派人抬，也要把公主抬上車。你们为何不派快马給秦王報信，告訴他人命關天，務必更改吉期？若要硬抬舒公主上路，你先殺了我好了。你2日就是2日，2日後你們若不走，我自己回咸陽向大王請罪。至於你們的安全，恕不負責。一入秦國，處處凶險。舒姐姐疲憊辛勞，病倒是意料之中，可病成如此模樣，是不是有些古怪？其實我也一直嘀咕，雖說舒公主身子嬌貴，水土不服，但大家同樣疲憊。到了驛館歇息了幾日，人人見好，只有公主的身子，讓女醫治調理後，日日見壞。方子是女醫治開的，藥是岳公主抓的，我不知道這裡邊有沒有什麼文章。請岳公主明察，舒公主的脈象起伏不定，的確詭異。可這2日，公主病勢轉沉後，她入口的每道菜、每口湯都由專人看守着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差錯呀。此刻還不是亂疑心人的時候。既然姐姐所有的飲食湯藥都由自己人從頭到尾料理，那再想一想，還有沒有什麼機會可能會讓人做了手腳？除了頭2日外，之後的這3天，我們都是自己打水，自己買菜，自己燒火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。每副湯藥熬好後，我也對藥渣都查看過。那不該再有什麼差池了。岳妹妹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净瞎說，你就是水土不服，調養幾日就會好起來的。我自己的身子，我心裡清楚，我從沒有這麼難受過。我怕是到不了咸陽了。別瞎說，吃了藥就會好起來的。是我讓他出去的。我有話跟你說，妹妹這一路跟着我，吃了好多苦，眼下已經到了武關了，你快走吧，不要再管我了。姐姐，
你這話是從何說起啊？不用瞒我，其实那日听说公子谢逃婚，我看你笃定有数的样子，我心裡隱隱約約就猜到了。起先你不願意與我一同出嫁，後又自請陪嫁秦國，定是事出有因，对嗎？你不用说是，或是不是。那日你出去给我買药，我心裡就暗暗盼着你別回來了。你在楚宮裡吃盡了苦，我原想為你做的就是能幫你逃離苦海。如若妹妹真的有個好去處，姐姐也替你高興。姐姐別說了，你都病成這樣了，還在為我操心，這是何苦？你好好喝下藥，身子自然會好起來的。玉兒，姐姐，姐姐，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走？東西我都收拾好了，就这2個包袱。有時正是一管用膳的時候，四處亂糟糟的，我們分頭出去，應該不會有人注目。姑姑，嗯，我有話要同你們商量。月兒，你怎麼提前來了？快進來。月兒。